成日都聽人講打機得60 FPS 點玩啊？喂大佬，你估個個都係打緊 CS2 世界大賽咩？其實打機嘅 FPS 主要分為3個檔次，第一個60，基本上你玩起上嚟呢已經好似深夜搭的士入機場咁噶啦，玩所有單機遊戲呢係冇問題嘅。第二個144 FPS， 呢個係電競遊戲嘅標準線，喺呢個情況下呢，大部分嘅滑鼠同鍵盤操作呢都已經跟手噶啦。第三個300 FPS 以上，呢個我稱之為神之領域，係職業選手喺幾毫秒差距上面嘅分野。憑住佢哋長期嘅訓練，佢哋嘅反應非常之快，幾毫秒已經決定生死。但我哋一般人嘅反應基本上都係用嚟搶外賣 App 上面張優惠券㗎嘛。仲有係你隻 mon 啊，如果你隻 mon 得60Hz， 幾多百 FPS 都冇用啦，咪又係睇緊60。跟住重點嚟啦，我俾幾個買卡攻略大家。1080P 以高畫質 144Hz 為目標的話，舊款嘅揀7650 GRE 或者3060，呢兩張都係窮人恩物，基本上可以解決你嘅需要。新一代嘅話9060 XT 或者5060，周街都賣緊㗎啦，開 DLSS 或者 FSR 食得住所有新 game。2K 高畫質 144Hz 為目標，舊款卡 RTX 4070，而家拼嘟嘟上面平到喊，全新卡。新一代卡嘅話9070 XT 同埋5070係不二之選，基本上玩 2K 係屠殺級別。最後送多兩張 Social 特別推介俾大家，呢兩張要小心，小白呢就唔好自己搞啦。第一張9070 GRE 12GB， 呢張係國內特別供應嘅卡，識得搞國內保養嘅人呢自己可以搞，3000人仔左右 2K game 基本上都玩晒。另一張比較冷門少少係 Intel 嘅 A7708GB， 剪片同埋打機都同時有需要嘅人，1300蚊 1080P 通殺。但係呢，佢對舊 game 嘅支援比較差，自己要小心啲。最後大家留言俾我，話俾我聽，你哋係想要性價比定係有新買新呢？嗱，同埋唔好就咁再問我 GTX 1060玩唔玩到啦，問都問詳細啲啊，大佬。